喂，對等關稅就快出台啦，但係尋晚美股又反彈喎。對等關稅之下，冇理由冇通脹啦。美國人走去買支歐洲 whisky，點都加價啩？但係點解10年債息仲喺低位呢？唔通啲大戶收到特朗普電話，話佢只係出細招，所以唔使點理？大家好，我係 PS 皮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今日嘅內容，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倒數唔夠24小時呢，就白宮就會出呢一個對等關稅嘅震撼彈啦。對等關稅呢，而家有市場上傳有3個版本呢，已經喺白宮台面啦。第一個就係一刀切，所有國家加20%，呢個好特朗普嘅 style 啊，一嘢劈埋嚟先，到最後邊個中招邊個慘啲嘅，到時先再算啦。最多咪收翻。第二個講法呢，就係睇餸食飯咁啦，逐個國家睇啊，睇下佢有啲乜嘢，逐個加啦。咁但開頭呢就咁講嘅，又話呢個方法最公平啊。但係財長呢 Blossom 出嚟講啦，就話喂，其實呢個方法係有盲點㗎，因為呢喺個過程當中呢，喺唔同產品上邊、唔同地方呢係有分別。如果呢逐個國家咁樣做嘅話呢，其實相對嚟講個費時失事啦，同時之間呢亦未必能夠做到啊。如果同一個產品大家都係賣橙，你呢邊關稅少啲，隔離嗰邊關稅多啲嘅，多關稅嘅國家咪喺你嗰個港口度走，到時咪又係同一條數。所以呢件事好似得，但係實際好似未必好得。第三方法咧就混合型啦，咁就係基本盤啊，大家加一個數啦。某啲行業啦，佢唔係好中意啊，覺得你影響到佢，咁咪再加多啲咯。講到呢一度啦，其實關稅咧呢件事咧，去對等關稅。大家都係比較悲觀嘅，如果唔係個市咧都唔會高位回咁多啦。而家呢啲經濟學家預計啦，如果真係最差嘅情況，對等關稅會令到2027年呢失業率飆到去7.3%，會有500萬人冇工做，股市跌2成半。股市跌2成半，其實 S&P 都跌咗10幾個%嘅咯，咁所以2成半都唔係好遠嘅啫，都差唔多見底喎。咁關稅呢，先前呢，我哋講緊嗰個汽車關稅啦，未真實行啊。咁但係呢，美國嘅車廠裏邊3月嘅銷售呢就飆升，福特呢升咗10%，本田升咗13%，現代仲破埋歷史紀錄啊。咁啲車行就爆啦，就話其實真係問嘅多，買嘅好少啊。個個呢都驚關稅，咁唯有呢希望喺關稅最後一刻呢先嚟買嘅。紐約時報亦講啦，就係話其實咧，實際呢一個係冇人買嘅，只不過係啲車行自己買咗佢先坐貨，咁等第日有關稅嘅時候咧，就高價賣翻，連埋關稅高價賣翻俾客戶啦。咁佢哋話你睇下二手車就知啦，個價格其實冇乜點喐嘅，只係車行咧焗住坐晒啲貨喺度啫。咁用少時間同大家講下 Tesla 啦。Tesla 咧今次咧歐洲賣車真係撲直啦。咁法國銷售跌咗40%啊，但係股價升3.6%喎。咁啲人就話原本呢班華爾街淡友呢就睇佢呢跌足三個月之後先升嘅，但係咁啱呢小米嗰邊呢 S7 呢就喺高速公路撞完之後呢發生呢一個慘案啦。咁俾人質疑呢自動駕駛有問題。咁你見到佢股價 ADR 都跌咗5.8%。咁會唔會咁樣側線嚟話俾大家聽？喂，其實 Tesla 嘅自動駕駛先係最好，所以呢就製造呢個反彈呢。關稅講到呢一度呢，其實無論佢嘅盟友啦，同埋佢競爭對手都好啦，其實呢都係難頂噶啦。咁而家傳呢，中國官媒就講喂，嚟緊中國可以呢同呢個韓日呢搞自貿區，芯片仲要互換。喂，日韓係飲美國奶水大噶嘛，連軍備都靠佢嘅，即刻出嚟擰頭就講話冇啊，未傾成啊。其實呢都係吹下水先嘅啫，暫時間未有嘢嘅。話如果佢真係中日韓整自貿區啊，我覺得日韓嗰個關稅真係嚇死你啊！咁日本就算喺嗰邊起埋車廠都好，都搞唔掂啊！特朗普點會放過你啊？咁其實日韓嘅汽車因為呢一個關稅而受嘅影響都非常之大嘅。咁之後睇下佢嘅出口會點樣啦。琴晚呢指數上邊啦，納指係升0.87%啦，標普升0.38%，道指升微跌0.03%啦。值得留意呢就係科技股呢就表現得最好嘅，咁升咗0.73%，而醫療板塊跌咗0.83%啦。咁科技股
做得最好就係 tech 啦、消費啦同埋通訊上邊咧，科網三股咧都係做得唔錯，升超過1%嘅。咁醫療板塊就因為有大行唱淡啦，所以跌咗0.8%。最搞笑咧就唔知大家記唔記得間 Newmax 嘅媒體平台啦，咁啊呢一平台咧就係當日咧2020年紅嘅，因為咧大家咧主流媒體都杯葛特朗普啦，咁啊到最後咧就係得 Newmax 同埋 Fox 支持佢，咁啊而呢隻嘢咧兩日升咗20倍啊，市值去到1,800億美金，仲貴過華納啊，咁啊呢一個真係面股啊，咁啊琴晚咧。另外有個數據要值得大家留意啊，就係3月嘅 ISM PMI 咧跌到49啦，本時比前值嘅市場預測嘅49.5仲要低啊，已經收縮啦，仲差過市場預期。新增訂單去到45啊，即係反映嗰個工業上邊咧工廠真係靜過鬼啦。咁而入口價格咧又飆升去69，即係咧通脹衍生，跟住單又接唔到嘅情況。咁啊，雖然過去呢2年咧，其實美國製造業咧都係半紅不黑咁嘅狀態啦。咁但係而家今次會唔會一個指標呢？畢竟過去幾十年嚟講咧，製造業 PMI 做得唔好嘅話，喺萎縮嘅話咧，都係代表咧股市會走差嘅。咁今次會唔會好似之前再係例外呢？咁我哋又密切留意啦。睇到呢度，如果對投資美股好有興趣，但又覺得無從入手嘅話，我準備一封免費嘅 newsletter， 大家可以 subscribe， 裏邊涵蓋晒所有投資美股之前必須要了解嘅資訊，歡迎大家訂閱。今個禮拜又有好嘢，長橋證券 Pod AI 正式接入 DeepSeek R1啦，加上全景頁面同股票疊加功能，投資路上點可以冇咗佢？輸入邀請碼 ACME 經 Money Hero 申請。開戶入金6萬，擺60日，送2600蚊禮券，高過人哋至少600蚊。準備好身份證同地址證明，最快5分鐘完成開戶，快台申請啦！多謝大家同我 Piers 阿師一齊 update 今日投資資訊啊！咁啊記得訂閱啦，同埋撳埋個鐘仔，聽日再見，拜拜。